柔星捷运系统 RDS Link 将在2027年1月1日正式开跑。最近，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，单程票价定在15令吉至21令吉之间。我认为这个票价相当昂贵，这意味着每天来回的交通费可以高达40令吉。对于每天来回马新两地的打工仔来说，每月的交通费将超过1000令吉，可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因此，我希望政府能够体恤民情，考虑为那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提供月票优惠。我建议将月票价格定在更加经济实惠的水平，例如每个月300令吉。我相信这个方法可以有效地减低打工族的经济压力，还可以确保 RDS 项目达到其核心目标，就是舒缓柔星长堤的交通阻塞问题，让来往新山和新加坡的交通更加顺畅。首先，这个 RDS 只有4公里的距离，所以只有2站，基本上你说维修的费用这些都相当的固定的。第二点，我相信呢，我们不仅仅只是用这个车费来衡量，整个经济的这个优势和收效呢，是应该以周边的发展来衡量。到底这个营运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优惠？这个是在规划整体公共交通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。而另外一点，对这里的发展，一旦这个 RDS 呢建竣之后呢，它肯定带给我们很大的经济效果，房地产的发展，对于整个各行各业、商场，包括整个柔佛州将会蓬勃的发展，更多的就业机会，人口会增加。我想这个对整体柔南的经济发展呢，它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火车头。所以以这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其实我们应该看得更远。